自后2025年1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分别为圣的意义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利未记11章第10到47节。上主阁命令摩西甲亚伦，着对以色列人宣布，地上所有分地阁翻草的精生，恁拢通食。毋过，恁毋通食鹿桃、石番甲兔仔，因为因有翻草无分地，对恁是无清气。猪有分地，毋过无翻草，对恁是无清气。遮个动物的肉恁毋通食，因的尸体嘛毋通摸，遮个对恁是无清气。水中无论是海呢也是河呢，有鳍有鳞的，恁拢通食。毋过水中无论是海呢也是河呢，无鳍无鳞的，恁拢着看做通厭恶的物。遐个对恁通厭恶的物，恁毋通食因的肉，因的尸体嘛毋通摸。所有水内无鳍无鳞的，恁拢着看做通厭恶的。下面遮个鸟类，恁着看做通厌恶的，拢毋通食。鹰、鸮、雕、雁、小鹰甲伊的类，乌鸦甲伊的类，岛鸟、野鹰、鱼鹰、雀鹰甲伊的类，暗光鸟、鸬鹚、孤黄、猫头鹰、鹈鸚、臭头鹰、鹤、白灵狮甲伊的类，地价鸟甲蜜蜂，所有有翅阁用四骹咧爬是通厌恶的。毋过有翅用四骹咧爬，阁有骹腿伫地上咧跳的，恁通食。包括草蜢、公、杜伯仔、蟋蟀仔甲因的类，恁拢通食。毋过有翅阁用四骹咧爬，恁毋通食。下面遮个拢会互恁无清气。所有摸着尸体的，入岛以前拢无清气。若有人搬山尸体，着洗家己的衫，入岛以前拢无清气。所有分地无翻草的精生，对恁是无清气。甲因摸着的嘛无清气。所有四骹用骹掌在行的走兽，对恁是无清气。摸着因的尸体的，入岛以前嘛拢无清气。搬山遮个走兽的尸体，着洗家己的衫，入岛以前拢无清气。遮个对恁拢无清气。下面遮个伫地上咧爬的动物，对恁是无清气的。钱鼠、鸟鼠、杜定甲伊的类，壁虎、龙子、豧狼仔、鲨鱼、变色龙。以上遮个咧爬的动物对恁是无清气。所有摸着因的尸体的，入岛以前拢无清气。因的尸体若伫用柴、布、皮做的物件，也是麻地，遮物件就无清气，着甲因浸伫水里，到入岛才清气。遮个尸体若伫粗灰内面，迄内面无论有啥物物件，就拢无清气。着将迄个粗灰拍破。食物若捌着无清气的器躯内面的水，遐个食物就无清气。器躯内面会啉入的物件嘛无清气。
遐个尸体的一部分，若落伫什物物件，迄个物件就无清气，连烘炉也是灶嘛着讲破，因为已经无清气，对恁嘛无清气。不过水泉也是跳水池内面，若有尸体，水悠然清气，毋过磕着迄个尸体就无清气。尸体的一部分若落伫要液的种子，遐个种子悠然清气。若水已经甲遐个种子拍淡，尸体的一部分搁落伫迄顶面，遐个种子对恁是无清气。恁通食的精生若死，有人摸着伊的尸体，热到以前拢无清气。若有人食迄个肉，着洗家己的衫，热到以前拢无清气。包煞死的精生个，嘛着洗家己的衫，热到以前拢无清气。所有伫地上得白的活物，无论是用腹肚烧的，用四骹也是较侪骹得行的，是通厌恶的，拢毋通食。恁毋通因为得白的活物，滴到家己诚做通厌恶的，嘛毋通互遮个拍拉衫滴到家己无清气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，所以恁着分别做圣，因为我是圣。恁毋通因为地上得白的活物，互家己无清气。我是带恁出埃及的上主，要做恁的上帝。恁着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以上是关系野兽、白鸟、水中的活物，以及伫地上得白的活物的条例，着分别清气的甲无清气的，为正直甲袂正直的活物。分别为圣的意义，圣洁相对伫有诶是真容易分辨的差异，但是利未记中间的圣洁甲有诶，毋是卫生的议题，是宗教信仰的议题。利未记论及圣洁的条例，是对日常的食物开始，但是搁较重要的意义是引带以色列人入捌灵性上的圣洁。不过，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要前往甘地的过程甲处境特殊，致使今仔日咱阅读相关条例的时，无啥容易分辨两者之间的差别。利未记11章关系洁净的条例，主要是针对食物的命令。出埃及的救赎经验是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之约重要的前提，无论对个人还是整个民族，拢深具重要意义。对当时伫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来讲，礼仪上是毋是清气洁净，是生存的关键问题。洁净还是无洁净，用伫区分以色列人通食还是毋通食的动物。这个动物是毋是有洁净，搁较会影响内在的灵性。这条例对食物做出限制，在确保以色列全民的健康，搁互因甲其他的族群有所分别。上帝借着这个条例提醒以色列人，带点因中间的上帝是圣洁的，因也着圣洁。强调食物的洁净，也互以色列人知影，爱伫灵性上保持圣洁，避免受异教崇拜巴拉山。圣洁的原文有受分别出来为上帝所用的意义。今仔日咱虽然无搁再受旧约的饮食条例约束，但是透过
生活中耶稣的教导，才会条例对咱也有所提醒。马太福音15章15节记载，耶稣讲：毋是对喙入去的，互人无清气，是对喙出来的，才互人无清气。耶稣的教导，互人脱离食物会互人无洁净的想法。人必须对俗世分别出来，属伫上帝，回归圣洁原来的意义。即种受分别出来，是一种甲上帝建立团契的关系，甲其他人有所分别。伫今仔日世俗化的世界，圣洁也是信仰的重要内涵，因为伫即个世代有逐种物质甲欲望的引诱，互人过头关注伫满足物质需求，就远离上帝。对旷野时期到受掠以后的重建时期，以色列人对圣洁的理解慢慢形塑因排外的特性，结义理解圣洁也多少影响着锡安复国主义，造成现在的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和周围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对立和战争。对新约通看到耶稣找门徒到人群中超找失丧的人，引带因来到上帝面前，性命得到更新。耶稣搁较接纳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人，为查某囝求医治的迦南妇人人。耶稣的模样提醒军队伊的人，圣洁的意义在伫互人归属上帝，毋是结义的锡安复国主义。这对当今的教会也是一个值得省思的课题。默想，伫即个世代，圣洁的意义是甚物？我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无？伫即个世代，圣洁的意义是甚物？我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无？咱来祈祷，圣洁公义的上主，你是喜爱公义、厌恶罪恶的主。恳求你，互我甲即个世界的罪恶有所区隔，也互我会晓安怎活出圣洁的样式，搁伫世间人面前见证你的恩典，带人归顺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